伫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潘新传，甲这位党部执评委的陪同，台南市议员蔡秋兰摕出民进党的党证，对外声明，并且澄清，家己是100%的民进党籍，将加入这届议员的选举，民进党内的初选。今仔日我秋兰会使讲去收到伊109年，收到法院来甲判讲我是党员存在，迄当时的我，比咧着爱搁奖更搁较欢喜。秋兰是正100分的民进党员吼，100%的民进党员。啊，我嘛足欢喜，我今仔会当转来咱民进党怀抱里，我是非常的安慰，嘛非常的欢喜。议员以2014年因为议长的选举无技术性的量票，被以违反党纪来开除党籍。后来经过诉讼，伫个2020年判定党籍还阁存在。伫个迄段期间遭受打击，蔡议员表示拢藏伫个心内。尤其现在民进党将进入党内的初选，主委嘛呼吁参选人爱良性来竞争。蔡秋兰律师蔡秋兰议员伊确实是因为迄个司法也甲证明讲伊是清白的啊，党籍是存在的啊。我是甚至呼吁讲各选区副主席迄位一个选区7、8个咧选啊，不要再做迄个恶意的抹黑啦啊。选举是良性的竞争啦，因为这后壁选线啊，搁爱搁一寡迄个，包括市长的选举甲市议员的选举，爱搁大家整合，大家团结我想伫遮我呼吁安尼啊，做一个声明。身兼蔡秋兰议员发言人的民进党市党部执委陈世辉表示，即届大北门地区有意投入民进党内议员初选的至少有7位。伫个提名3色的状况，竞争会讲是非常的激烈。台南新闻引根黄义慈采访报道。